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4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4篇，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路加福音22章24节到3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有啥物通知呢？前几工有一个朋友传一个图片，感觉真认同，嘛符合今仔日的分享，所以我放伫文章的上落尾，甲大家三角来分享。哥林多教会的无合一，其实无合一也毋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尔定，也是济的教会问题，过去是安尼。现在嘛是，虽然讲咱需要徛伫理的顶悬来去甲争，要安怎争？其实有时无争，颠倒过了较好势啦吼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啦。哥林多教会分党结派，伫圣经内底说明，其实已经真清楚。有人分保罗，有人分做是阿波罗的。当大家咧争的时阵吼，拢安尼感觉讲家己拢真上对的安尼啦吼，感觉理由正当啦吼。但是事实上嘛无一定是对啦，也无合圣经的教导。最近伫教会拜五查经的中间，查考到约翰一书。约翰一书的主题其实就是听，上帝会听，嘛叫咱着爱彼此相听，听的实践等等遮的概念。当然，咱知影，咱咧讲，你若有听，着袂读解啦吼。若无听吼，四界拢是阻碍啦吼。当然就会甲人。足介意爱甲人安尼相争啦吼，耶稣门徒不彼此相争，为什么？因要争论什么人是大的？真有可能因为因不但无愿意听别人讲话，阁真想要来控制别人吼，控制这个使徒的团体，控制教会。想看卖遐个成功神学的教会，牧师的领导是一个极权中心的一个领导的方式。主任牧师做教会权力的中心，往往因为安尼，所以失去迄个反省的心，然后就出差错。有的人真爱安尼来控制还是影响教会，若是一旦无顺着家己的意思，伊就离开教会，造成济教会咱讲独立的教会啦吼，因为是得分裂嘛吼，也是讲游牧的信徒，会争论的人吼，其实到倒位伊共款拢会。争论啦吼，会安尼竞争的心啦吼，会分裂的信徒吼，其实到倒位吼，拢会甲人袂合。耶稣基督讲得真明白，讲但是恁无应该安尼，恁中间迄个上大的，颠倒爱做迄个上细，做领袖的，都爱亲像做奴仆的。伫遐坐咧啉会大，也是讲伫遐。奉事的人是大呢，当然是这是大啦。但是我伫恁中间却是做奉事的人，有啥物通好争？到落尾嘛，毋是爱共款结束世上的性命吗？重点是爱争的人是毋是会通去见到主的面？这就是值得咱思考啊！耶稣强调要诚做侍奉的人。就爱亲像伊伫最后晚餐中间摇缩起来，然后为着门徒洗骹，
然后伊嘛交代门徒着爱安尼彼此洗骹，因为伊命令门徒用基督徒的谦卑来服侍人，着爱彼此相听，毋通彼此竞争。彼得甲约翰伫圣殿的美门拄着一位生落来着摆骹的人，伊逐日互人来关来伫即个圣殿的门口囥地，伫遐来讨钱。点解是因为伫圣殿的门口人的心较软，较柔、较善良吼，所以较讨有钱啦吼。但是即种为善的心袂当是短暂的，或者是讲伫礼拜中，也是伫出入伫圣殿的即段时间尔。做好的心应该是一种生命品质。咱今日所看到的经文记载，彼得甲约翰甲即个摆骹的人讲，金甲银我拢无，我只有将我所有的互你。然后伊讲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。这个伊伫的工作就是伫彼得甲约翰因真谦卑的态度顶悬，互上帝来完成。请咱听清楚，这个伊伫的工作是伫彼得甲约翰谦卑的态度下面，互上帝来完成啊。但是因为这个伊伫却埋了后壁后续的问题，因为犹太的领袖因目眶红，因无法度来吞落去，所以因竞争的心就起来啊，所以因就将彼得甲约翰给掠落来。第二天就开始审问因，因的焦点毋是咧关心即个受医治的摆骹的人，因颠倒是来质问彼得甲约翰为虾米做这项代志。俗语话咧讲吼，要加的做吼，毋免惊无理由啦吼。不过因安尼作为颠倒，互彼得甲约翰呢有机会来见证国活的基督。上帝的救恩，咱需要来思考啦，到底有啥物通知？上帝找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，正做世间人的罪，为了世间人的罪来钉死伫十字架顶悬。伊无罪，但是伊却无争论。好，咱参照以赛亚书50章。先知的预言中间咧预表耶稣基督的受难所讲的，伊讲至高的上帝教我该讲的话，互我会通安慰忧伤的人。每一天清早的时阵，伊叫醒我，互我较茫听伊的教导。至高的上帝互我领悟，我无反背，也无违背。我互人鞭拍，我会较接拼。带我的喙手，配喙落伫我的面，我忍受人的侮辱，但是因的侮辱袂会伤害我，因为至高的上帝帮助我，我勇敢忍受一切，知影我袂抵到见效，因为上帝伫我的身躯边替我来伸冤，有治水来控告我咱一个来上法庭。伊做伊来控告，至高的上帝要亲自为我辩护。有啥物人证明我有罪呢？控告我的人拢要消灭。遐会破旧的衫要有通来接。然后尊重上帝，听听伊罗卜教示的人，虽然行伫黑暗、幽暗，瓦靠上帝，依赖上帝，但是无害别人的人。要互家己的阴谋所害，上帝要亲自决定，这种人一定会拄到歹代。这是耶稣基督伫伊用伊的性命所立落来，无甲人争辩、无竞争的一个典范。伊嘛要求咱着爱安尼行来纪念伊。有啥物通知呢？
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4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4篇，使徒行传第3章第1到第10节，路加福音第22章24到30节。今天的分享主题是有什么好争的？前几天朋友分享了一张图片，牧师觉得很认同，也符合今天的分享，所以就放在文章的最后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不合一的教会。其实不合一的教会也不是只有哥林多教会了哈，有许多的教会的问题，过去是如此，现在也是如此。虽然我们常说我们要据理力争，但是呢，有时候不争反而过得坦然。这也正是耶稣基督的教导。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分党结派，在圣经里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。有人分我是属保罗的啦，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啦，在大家在增进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理直气壮哈。当然大家要这个竞争的时候呢，都会觉得理由正当但不一定对更不会是合乎圣经的教导。最近在教会的礼拜五研经查考的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的主题基本上就是谈爱了上帝的爱啦，彼此相爱啦，爱的实践等等。当然他在讲道成肉身的基督那我们也知道，有爱就无爱妨碍如果没有爱，则到处都是障碍。当然没有爱的人就会喜欢跟人家争竞争辩了耶稣的门徒彼此相争，为什么他们要相争呢？他们要争论谁是大的呢？因为他们不但不愿意听别人的话，更想要来左右别人，更可能是想要控制使徒团体，控制教会。想想那些成功神学的教会，牧师的领导是一种集权式的领导，主任牧师为教会的权力中心，那么往往这样的教会都会失去了反省的心，而出了差错。有些人喜欢左右教会一旦不如自己的意思呢，他就选择离开教会，因此造成很多的小的独立教会因为分裂嘛，或者这就变成一种游牧信徒。会争论的人到哪里都会有竞争的心，会分裂的信徒其实到哪里都会跟人家不合。耶稣基督说得明白，他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子。你们当中哪一个最大的呢？反而应当谦卑如年幼的。做领袖的应该要像一位仆人一样。坐着吃喝的大呢，还是那伺候的大呢？当然是坐着吃喝的大了然而我在你们当中却是侍候的人。有什么好争的？到头来还不是都要结束在世界上的生命吗？重点是在爱增进的人是否在将来可以再见主面，那就值得思考了。耶稣强调要成为侍候的人，或是说服侍的人，如同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竖起了腰，他为门徒洗脚之后，他也交代了门徒要彼此洗脚，因为他们命令门徒以及基督徒要谦卑服侍人，要彼此相爱，不要彼此争竞。彼得和约翰在圣殿的美门口遇见了一位生来就跛脚的人，他天天被人抬到圣殿门口放着，
向这些进出的人们乞讨。因为这些人进出圣殿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是比较有一点良善的心那时候可能心存为善的心。那基本上为善呢，不能只是一个短暂的，在圣殿进出的时候，在敬拜上帝之后，其实应该是一种生命的品质啦那我们看到经文的记载，彼得和约翰告诉一位跛脚的人说：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我只有将我所有的给你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又对他说：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这个医治的工作就在彼得跟约翰的谦卑态度之下被上帝完成了。听好，这个医治的工作在彼得和约翰谦卑的态度下被上帝完成了。但是这个美好的医治工作却埋下了问题，因为犹太的领袖们呢眼红了，他们吃味了，他们就开始起了争竞的心，他们就将彼得跟约翰抓起来，第二天开始来审问他们了。他们的焦点竟然不是说，哎呦，这个医治这个人，让他这个与生俱来的跛脚被医好，真好。他们不是这样，他们反而质问说，为什么？他们凭什么做这件事情？不过呢，因为他们的质疑，他们的控告，反而让彼得跟约翰有机会来见证复活的基督，上帝的救恩。有什么好争的？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为了世人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没有罪，可是他却不争辩，如同以赛亚书第50章先知的预言，基督要受难的时候所说的。至高的上主叫我该说的话，使我能安慰忧伤的人。每天清晨他唤醒我，使我渴望听到他的教导。至高的上主使我领悟，我不反叛，不违背，我任凭人鞭打我的背，拔我的胡须，吐唾沫在我脸上。我忍受人的侮辱，但他们的侮辱不能伤害我，因为至高的上主帮助我，我勇敢地忍受一切，知道我不至于蒙羞，因为上帝在我身边替我伸冤。有谁敢来控告我？我们一起上法庭好了。他尽管控告我，至高的上主要亲自为我辩护。有谁敢来控告我？有谁能够证明我有罪？控告我的人都要消逝，像破旧的衣服被虫吃掉。凡是尊重上主、听从他仆人教训的人，纵使走在黑暗中，仍将信靠上主，信赖上主。凡是谋害别人的，要被自己的阴谋所害，上主要亲自决定，这种人一定遭殃。耶稣基督立下了不竞争的典范，他也要求我们要这样行来纪念他。有什么好争的？